有啲人交咗15年社保，大安主義咁樣墮定粒肉喺度等收退休，但係點知到咗退休年齡之後呢，先至發現一個賓都收唔到。咁為咩呢？我交咗社保咁耐，你唔俾我收退休，咁你同搶錢有咩區別？呢排呢喺新聞嗰度睇到有個師奶呢，到咗退休年齡之後呢，去社保局辦理退休，點知社保局嗰個人話你買嗰個社保繳費呢，好似有啲異常喎。如果你唔提供呢3份資料呢，你可能辦唔到退休㗎。第一份資料就係呢原始嘅勞動合同，第2份呢就係工資流水，第3份呢就係公司全套嘅賬簿。咁大家就有疑問啦，辦理個社保退休啫，使唔使嘰嘰格格咁樣咁柒多要求？其實咁樣嘅原因呢，只有一個，社保局嘅人懷疑你社保掛靠。咁咩叫做社保掛靠呢？就係你想買社保，你揾咗一間公司或者廠同你買，雖然你俾翻錢佢，但係你冇喺呢間公司或者廠嗰度做過嘢。嗱，咁樣呢就叫社保掛靠。一旦你俾社保局認定你社保掛靠，咁你就碌柒啦。社保掛靠俾發現咗，到咗退休年齡，退休金冇得收，不但止，你之前每個月交咗15年嘅社保呢係冇得退嘅，一個賓都攞唔到翻嚟，全部充公。因為國家早就明確規定，社保掛靠屬於違法行為。社保掛靠唔單止影響退休嘅資格，仲有可能俾追責。咁有啲人就話我冇嘢做喎，咁你即係唔俾我買社保啫。嗱，咁又唔係喎，國家係允許個人以靈活就業嘅身份去買社保。退咗休之後嘅待遇呢，同單位職工係一樣嘅，一樣可以正常退休，一樣可以領取養老金。